行政长苏贞昌今日特别邀请去年国县市台基演讲比赛得第一位学生来到行政院大礼堂开讲。伊讲大礼堂真罕得开放，这也是院长交接的所在。所以大家来到这个所在，就是要表达母语的重要，呼吁各界唔通排斥讲家己的母语。唱你爱讲台语啊！好，正确答案。哎呦！ 甲学生囡仔面对面用台语开讲，2月21就是世界母语日。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邀请各县市去年台语演讲第一位学生来坐，表达希望大家不管时就要记得讲母语。阮细汉伫学校，袂使讲家己台湾话，讲台湾话爱互关便所，爱去洗便所，爱挂洗牌啊，搁爱发国牌。即马 会当讲啊，煞常常无爱讲，迄就真害咯。趁机会提起大家爱讲台湾话，家长、老师拢有责任感。这届行政院邀请这学生，伫比赛当中拢会当讲是过关斩将。伫院长边的教育部长，嘛提起竞赛政策的转变，甲院长做屏东县长时的故事有关系。伊捌拄过去颁奖啦吼，颁奖的时，哇，囡仔大家足欢喜的，哦，院长嘛颁甲足欢喜的，大家甲问讲，啊，你啥物几岁？啊，你甲啥学的？ 大家煞硬硬，唔知免哪，各位就知影讲，这就是咱无落实的所在吼。所以讲，院长伊迄个行政院迄个宴会啊，耳提面命很多次，伊讲这爱改变。潘文忠表示，因为政策的改变，这几档的本土语言竞赛变作唔那是干那背尔尔，语言才通真正伫生活中来使用。苏贞昌嘛强调讲，语言端文化别，老母教的话就叫母语，是上水的语言。记者陈亚文、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